好棒好棒！东方艺术团，优秀优秀！哦，优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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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东方艺术团队。卡当卡顺天湖啊，东方艺术团队。
后关高关高，系统啊关高关高，系统啊关高关高。天空，心灵天空中，发现了，需要拿关超系统关超，启动小卡当它瞬间有系统拿关轰炸包，关轰炸包，正常轰炸的那个，这对。你不要告我。要进我。正头很长很多。我晚上6点到晚上12点。对，我们长正正头很多。经营真武店绕境活动第3天。
光艺术团跳舞舞蹈表演。要表演，拿皮跑，随鼻子。大声会惊到。好了，好大。桃园地热线，现在桃园和热线到南滚村那边的，先从桃园来的，坐桃园地热线。要表演，拿平盘啊，可以拿到天人2次，庙会还有超级仪式，东方面是通，上一现在不是东方面是通。三圣宫嘛，后面8人大轿，再加上小轿，有19个人。
欢迎当中的玩家准备，欢迎当中的玩家准备。7点出发线到。
变回来这样子录。好了，就没有一点呈现。好了，前面的调子没有一点要呈现，这样有一点要呈现，真的先来。现在已经有点都镜头更宽好了，这边在这边要这边啊，大家爱乐。阵容很庞大的，后面那个他那个从头到地方，然后下面不能可以上天哦，还有单的，他这个好了，好了。
马英九总统送的影片，心灵真影片《廖俊和痛苦》第二集。廖俊和痛批了。来看今天国历10月。非常简明那个就简易。